甚至係明星嘅周邊產品等等。有別於以往傳統嘅消費模式，黃家琪解釋呢一種消費模式更加着重互動性。譬如話，我自己要食一碗好食嘅拉麵，我買咗個好 luxury 嘅袋，係自我嗰種嘅self enjoyment。盲盒公仔係有個互動性嘅，即係嗰種開心唔係自我嗰種，而係你周邊嗰啲嘅群體咧，令到你感覺到冇咁孤單，而真係有人同你一齊嘅，而家發覺，咦，原來有啲人同我嗰個嘅興趣啊，或者個話題啊，都係接近。而且有唔同嘅研究都指出，喺1995年去到2009年之間出世嘅 Z 世代，更加傾向用錢買快樂嘅消費模式。作為 Z 世代一員嘅 Wing，喺2023年嘅時候，開咗呢間主力售賣盲盒等等卡通角色產品嘅玩具店。佢話唔少嚟幫襯嘅年輕客人都追求開箱一刻嘅刺激感，有啲甚至一買就會買幾盒，每次都花費300去到400蚊。因為盲盒咧都有少少嘅隨機性，然之後佢有驚喜，有嗰個即係抽到你自己中意嘅嘢，就肯定係好刺激、好滿足嘅一件事啦。因為佢係不可定因素嚟噶嘛，盲盒肯定係冇咩實用性噶啦。多數嘅實用性可能就係社交圈子咯，拓展到咯。有時你上嚟有其他客戶都係中意呢樣嘢嘅，然之後咧傾傾下咁，佢冇抽到。話不如我幫你抽啦，當係咁樣就交個朋友咁樣嘅都有嘅。而每款受歡迎嘅卡通角色盲盒，阿 Wing 就話呢一啲角色嘅背後，往往都會蘊藏故事。好似話迪士尼咁啦，其實佢哋都係以一個動漫型，即係動畫嘅形式，然之後再去設計翻個公仔，俾實體俾人哋揸到手咁樣，咁好似有樣嘢陪伴緊自己咁樣嘅感覺咯。而家興緊星星人。星星人嘅話咧，佢係盲盒後面有張卡嘅，然之後咧，佢每個盲盒入邊嘅卡都有一段鼓勵語，咁然之後佢嗰個故事設計咧都比較溫暖。咁而家城市人啦，你係偏中意啲比較安撫到自己心靈嘅咁啊，得意啊嘛。唔止係賣家，阿 Wing 亦都係買家，佢都有收藏卡通角色產品嘅習慣。因為自己中意啊嘛，咁你中意嗰樣嘢，坐喺屋企係開心嘅，然之後去展示到自己嗰個審美啦。喺香港係當然好大壓力啦，咁各方面啦，無論係政策或者好多嘢啦，反正就令到大家一個好壓抑嘅環境之下，平時翻工又忙啦，咁放工冇咩做，咪消費一下，用消費嘅一個模式去令到自己開心翻。2020年，內地一份關於 Z 世代情緒消費習慣嘅報告指出，有超過90%嘅受訪者都認為情緒價值好重要，亦都有接近60%嘅人願意為得到情緒價值而消費。其實我哋如果睇翻呢一個 Gen Z 嘅世代啦，或者 Gen Z 之後嘅世代啦，你會見到佢哋嘅成長環境更多咧，就係生活喺一個物質資源上邊咧，相對滿足豐足嘅世代嚟嘅。心理學入邊人嘅需要入邊咧，就係當我哋一啲底層食物啊、安全啊、生理上嘅滿足已經得到照顧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啲相對頂層嘅需要咧，就會變成一啲滿足嘅追求之一。咁情感情緒嘅價值咧，好明顯就係其中一個呢一個層次嘅追求嚟㗎。但生活環境更加優越嘅同時，精神壓力亦都變得更加大。有本港嘅研究機構喺舊年就全港開心指數進行調查，當中 Z 世代嘅開心指數只有5.74分，係各個世代裡面最低。張傳儀話：呢個亦都係令佢哋更加傾向情緒消費嘅原因之一。佢哋需要面對嘅精神壓力其實唔比以前嘅世代少，甚至可能咧其實還要多嘅，因為嗰個社會環境經濟轉變，嗰個社會整體嘅結構咧其實係快咗、急速咗嘅。咁即係話佢哋咧係要追得快咗好多，因為佢嗰個伴隨住嗰個壓力嘅增長咧，亦都高咗。咁所以自然而然咧，其實佢哋喺呢一方面咧個需求大咗嘅。而家全球 Z 世代嘅消費總額達到接近
近10兆美元，佔咗全球消費總額接近20%。鄺家琪認為，要跟得上新世代嘅需要，市場上亦都需要更加多嘅創意。大膽我就唔敢講，但係會更加係彈性，即係多咗嗰個空間去加多啲唔同嘅一啲點子喺度，令到整個嗰個銷售個體驗好着重嗰個體驗性，咁令到個消費者嘅體驗咧係更加充實啦。譬如2個鐘頭、3個鐘頭，唔係淨係嚟食餐飯嘅，可以攞多一啲嘢，或者同多啲人去交流啊、分享啦，可能我覺得唔開心嘅，我就 join 一個咁樣嘅 party，就係啲叫做陪伴式嘅消費。但張傳義就提醒，情緒消費容易演變成過度消費，消費者需要適可而止。呢個消費模式咧，由一個工具嘅理性主宰嘅消費，變成一個相對情感主導嘅消費，有可能咧係相對衝動，因此有可能咧會導致一個過度嘅消費。喺理財上邊嘅哲學啊等等咧，好可能咧係要早少少已經慢慢滲透喺即係嗰個家庭教育上面。另一個面向咧，亦都係提醒緊咧，就係家長啦、屋企啦，我哋其實嗰個都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情緒角色嘅。當人喺呢一啲嘅面向入邊，喺家庭喺同人直接嘅交往上邊，都得到即係嗰份情緒嘅價值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人亦都未必咁大嘅需要，所有都要轉向喺消費上邊。時事多面睇，今集時間夠啦，再見。